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初2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陆军去年成立无人机大队，这回公开战术的演练，展示安怎执行侦查甲打击的任务。世界家己比赛要甲台湾改做中华台北，引起国内家比界反弹，按算假批去抗议。高雄同款是车祸的消息，昨暝伫咧台中，阁有人食酒塞车，结果去弄到一对骑乌多摆的白仔囝，人倒伫涂骹，一个驾驶毋若无落车甲关心，甚至是直接驶走，也这乌多摆就安尼卡伫车底，一路拖数百公尺，最后是导火烧起来，无法度继续驶，一个驾驶才互民众救落车压制。一台乌多摆伫咧江汉路路口准备要倒发，毋过对向一台轿车。拢无打动啊，直接弄到乌多摆，骑乌多摆一对白仔囝被弄飞起来，倒伫咧涂骹。乌多摆卡伫咧轿车车底，毋过这台车拢无停来，油门水就逃走。受伤的那个李明呢，还好，他是骨折，没有生命上比较没有危险，只是要疗养调养这样子。那儿子也受伤，身上也是受伤了，不过儿子还好，还没有什么大碍。代志发生伫咧11暗10点外，这台车就呢车底卡一台乌多摆，一直向前驶，乌多摆一直伫咧涂骹磨，一直冲火驶，互人看到就惊。有热心的民众伫咧后壁，伫到600公尺外，刚好离过一个一角式自体地下停车场的路口，车驶袂振动啊，车顶4人的驾驶才互其他的民众诱来，后者伫咧涂骹。车子已经起火了，他人还不愿离开车子，我就他已经就下车了，他还不愿离开车子，我就从他那个地下道车道车旁那边把他拖上来，把他压制在地。经查为驾驶酒后驾驶自小客肇事逃逸，后续因车体摩擦燃烧起火，引发火灾。现场立即逮捕嫌犯1名，并依公共危险罪移送台中地检侦办。因为车导火了，火愈烧愈大，真侪大楼的住户对徛家喷水斗相共拍火，要消防队赶来现场将火拍花。警方赶来现场也逮捕这个驾驶，伊酒测台是0.68，事后依照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记者综合报道。陆军第1炮击部去年成立无人机大队，这回公开战术的演练，展示安怎侦查甲打击。另外，现场阁会当看到用3D 列印打造出来训练团，互国军加强实战化训练。记录之前，无人机飞手随放出 FPV 无人机，真侪战场空中目睭抓到敌军的车。战术小组的组长随下令，炸起油的无人机，发动自杀式攻击来摧毁目标。另外一方面，敌军发动突袭，看到咱军有人员伤亡。另外一只无人机掌握敌方的所在，空投炸弹，造成范围的杀伤。国军接续现代战争，部队逐渐加入无人机运用。陆军第1炮击部去年成立无人机大队，支援各作战区的任务。这摆对外公开无人机战术演练。那如果是以车辆的话，我们会以自杀的方式，第一摧毁敌方的车辆。那如果是发现部队的话，我们会以投弹的方式，以范围方向来造成部队的伤亡。无人机飞手必须戴上 FPV 眼镜，才能以第一视角操作无人机进行侦察打击任务。国产军用上个规架 FPV 无人机，应按照任何需求选择的也是例如方式来装枪油，也要求在1分钟内底按换好。国军消防美军现在已经导入3D 列印技术，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打造了多款接近实弹大小的训练弹，让无人机飞手可以更贴近实战化训练。自杀式无人机可以因那个波率频道的调整，可以飞最远可以飞到200公里。我们可以针对无人机的零件，然后做那个3D 列印，减少一些无人机零件的成本。无人机大队拿伫前线协助执行侦查打击任务，由研发中心维修小组经由3D 的列印技术生产零件，提升后勤的量能。对中共军事威胁，国军来接续国势，一步一步转型，继续来加强无对等的作战。记者综合报道。马祖的大马3号海缆顶个月29又搁断去，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就警告讲，中国正在研究切断电缆的技术。最近咱台湾是不时传出哪像海缆去互人迫害，这可能毋是单纯运气歹。有学者嘛提醒讲，着爱加强修复海缆的能力，才会当降低风险。中军继续对台湾施加压力，采也进行联合的战备警巡。
咱国防部一天查到29架自强机、6架强舰、2架公务船伫台海4个附近活动。不过，强军侵略台湾，可能毋拿伫空中甲海面上。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李启29伫听证会警示，台湾海军特定发生敢若人为破坏海底电线事件，恐惊毋拿只是单纯运气无好。 China's military has conducted research into cable cutting technologies, and Taiwan has reported 5 incidents of likely sabotage in only the last 2 years. That's not just bad luck. 马祖的大马3号海底电线4月29日再发生心线断去，也连接台湾本岛甲马祖的大马2号，伫今年3月修好了，搁断去。农干那甲中国渔船万年鱼63896靠打，也搁后续中国籍工作平台船海防港66立场执行船体移除作业有关系。美方学者提醒，台湾欠缺国内自主的修复船队，小舰时恐惊变做通讯的孤岛。 I think that it needs to be part of the military's doctrine in Taiwan that cable repair, rapid cable repair under fire is important as well to deter this. 现在两岸关系紧张的时候，可能对岸这个也是他的手段跟策略之一，可能就是要用这个编列经费的方式以及训练人才的方式，慢慢去做一些培养。 以战争为例，一旦爆发冲突，上级船只包含修复船，可能具有避险的考虑，故作进入战区。黄泰林建议，应经由引进国外技术者方式，一步一步来加强培养国内电线修复船队。那平常时会使互修复速度较紧，战时会使有防卫的量能，降低台海发生通信战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的选手逐年伫世界咖啡锦标赛 WCC 拢有袂歹表现，不过因即礼拜煞雄雄宣布要甲台湾改做中华台北，而且主办单位 SCA 阁强调讲是为着符合国际体育组织的惯例，也这嘛引起台湾咖啡界反弹，按算一人加一张配合 WCC 表达抗议。 前来咖啡球会想要徛上世界舞台，林兆兴4月13日世界球会大赛来夺得冠军，得成目标。世界咖啡锦标赛 WCC 的官方网站来祝贺。2礼拜了后，去一家 competition party 对台湾改做 Chinese Taipei。伫 WCC 办理其他咖啡竞赛，把夺得冠军的台湾选手也收到 WCC 来公文，通知的回溯记录，要搁改讲做是代表台湾，是来自中华台北，互台湾咖啡界真生气。 五都里技术创办人吴小玲发起一人一批写予 WCC 表达严正的抗议。台湾就是台湾，这中间在咖啡的比赛里面没有模糊的空间，因为这件事我们已经做了19年了。就算要改名，我认为也是我们自己内部提出改名，这才是一个正常正确的程序。捌替 WCC 主持2摆烘焙世界赛，吴小玲讲是啥物主因促使改变，要求 WCC 主办单位美国精品咖啡协会 SCA 要有一个交代。 2016年世界咖啡冠军吴哲林也伫面册大肆回复予 WCC 的批，明确表明台湾是台湾咖啡社群伫 WCC 舞台上已经使用总共20年的名称，甲过去以来记录来做更改，会引发一定数价标准的一致性。原来这个咖啡产业链的其他业者也对改变感觉真生气，烦恼安尼会互少年人感觉真动怒。SCA 也把所有的咖啡教学的证照的 名称原本是台湾的，现在全部改成台湾 region 啊，台湾地区哈，这个简直是这个莫名其妙哈。精品咖啡社群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我觉得他们会是很挫折的，然后他们会不知所云的。 美国精品咖啡协会在伫官方网站声明，世界咖啡锦标赛对4月2日开始，甲参赛者标示为中华台北，是为了符合国际体育组织惯例，比如讲国际奥会甲国际卡总。世界咖啡锦标赛正做全球性的组织，伫行政运作上做调整，被影响选手参赛资格。吴小玲讲，希望更加多民众斗阵来支持战声。 因为根据了解，1礼拜万国会有世界杯杯测赛，针对台湾的咖啡人士甲台湾咖啡协会干部会到现场甲 WCC 做最后的努力沟通。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今日去佛州发表演讲，这是伊伫华府顶礼拜发生枪案了后头一届公开活动。川普讲，伊拢无提出互美国满意的方案，所以无打算要撤军。另外，因为后边无遵守贸易协议，所以按算要甲后边进口车甲卡车的关税提高到25%。 就伫川普的记者协会晚宴，庆祝案发生将近1礼拜了后，川普来到佛州共和党的大票仓，有退休城之称的维奇利斯草坪镇头一摆公开出现。So they want me to be in a secure place. I said,
What's more secure than the villages? 在其中选举要教话，川普调降来向当地老大人推销伊的税收突变价优惠政策，也向少年选民推销伊的新政策 GLP-1 减重药物保险给付。英国卫讲话，伊佫加回头攻向伊朗。But they're not coming through with the kind of deal that we have to have, and we're going to get this thing done properly. We're not going to leave early and then have the problem arise in 3 more years. 对着美伊中东情势，福斯新闻拜五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团随向川普提案，对伊朗发动最后一击的军事行动可能方案。当时以色列防长卡兹4月30日讲，大量武器再装备已经运到以色列，准备来应应美伊谈判下礼拜前半礼拜可能破裂的情况。代表美国甲以色列拢无排除对伊朗恢复军事行动。另外，美国5角大楼也已经宣布，要伫未来6个月到12个月撤出大约5000名驻德国美军。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对德国总理梅尔茨进行对美伊战争批评的反击。2005年年底为止，驻德美军大约36000多人，撤出5000名美军虽然不是全部，不过明显这是代表美德关系正在严重倒退。因为关系严重倒退，也有美欧的贸易。在不久演说中，川普也增加宣布，由欧盟无好好来履行对美国的贸易协定，所以要将欧洲车的关税对现行15%调悬到25%。Well, Jameson, we all did a great trade deal, but the European Union has not adhered to it, so we've increased the tariffs on all cars coming into the United States by 25% and trucks. 一旦25%的关税确定执行，汽车制造大国德国的首先受到影响，欧洲其他汽车制造商加供应链也遭受真大的打击。结束退休性演说了后，无几点钟了后，川普又出现伫棕榈滩一场论坛俱乐部晚宴。除了伫演说中讲，美国海军执行对伊朗港口封锁时，表现甲亲像海盗同款，也宣布美国已经卖出1亿桶委内瑞拉原油，下个月会再卖出另外1亿桶。公视新闻王路梅编译。昨连假头一天地牛翻身，宜兰近海暗时8点39分发生规模6.1的地震，上大震度有到4级，这也是目前为止规模上大的一届。地震中心就讲，未来3日以内还阁注意规模5以上的地震尾。地震来电火一直摇，有差不多60秒钟。停伫厝外的车也敢伫咧跳舞共款一直海。初一暗8点39发生规模6.1的地震，全台湾上大震度4级。这边地震比前几遍停度较大，时间较久，餐厅内吊灯一直摇。我觉得大概有10秒在摇的程度，对，不是那种3-5秒就结束了。很大吗？你自己觉得？我是觉得最近是最大的一次。气象署讲，这边地震发生伫咧台湾东部海峡，是今年到目前观测到上大规模地震。震央伫宜兰县政府东北方38.7公里，深度98.3公里，是菲律宾海板块插入去澳大陆板块下骹引起的地震。从这个位置来看的话，我们会认为说，今天这个地震是一个以末代的地震，一个6.1的地震，我们后续可能在3天可能会有5到5.5左右的余震，所以也请民众随时注意气象署发布的任何的讯息。地震迄当阵，代替东湖到和平之间台北延高顶几路的路段，照规定速度放慢。因台北捷运讲全线列车照规定速度放慢，顺铁记录。已经伫暗时8点59恢复正常。气象署讲，接落来3天也阁有规模5以上的地震尾，大家爱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台湾雇主协会今仔日伫总统府头前集会抗议，认为目前的政策拢较歪向移工，较无顾到头家的权益，呼吁政府就要针对替换移工、佮有家庭安定就业费方面来检讨相关的机制。照护凌空装。伫总统府头前大声喊口号，自渔业、制造业到适龄家庭雇主超过100人到现场声援。台湾雇主协会伫劳动节过当天发动集会上街头，因不满国内政策偏向保障移工，颠倒互雇主的权益受损。政府都说都是我们雇主不好，说我们雇主不好，我们虐待劳工。可是他才来1天，我怎么虐待他？倒霉的是我们了，我们花了钱，然后把外劳请来，结果他跑掉了，那倒霉的是谁？然后我们一直要付这些钱，这样子合理吗？是他要离开的，不是我们要求他离开，是他说他有中介帮他介绍，他有新的雇主，然后变成说我们有1个月、2个月的那个，就是要等那个退费。因为就业服务法规定，只要若是请移工失联，至少就要等1个月管制期才能够申请。不过陈先生讲，
政府甲移工离开的责任拢怪给雇主，像伊安尼行动无方便，生活拢爱看护工照顾，就算干那一工，生活也真无方便。逃逸一个，这个工厂3个月就不能再引进下一个，家庭1个月就不能引进下一个，这个是制度的规定。可是，在现实上，其实都超过1个月，超过3个月，这所有不管是工作还是这个照护的空窗，完全没有人在乎我们的这样的声音。那甲政府讲，照护时间是未等的，民间团体也希望免纳家庭安定就业费，唔通互雇主伫咧请义工了，一寡另外付1个月2000块以上的费用。希望政府一当重视这么制度的问题。劳动部对这个问题进行不强调，会伫咧保障劳工环境甲兼顾雇主负担之间做一个平衡点。记者综合报道。中华台语文创意园区已经满8周年啊！园区特别举办台语绘本的展览，还有台语拍通关的游戏，希望透过多元的活动来推广台语，培养民众听、讲、读、写的能力。古水的碰瓷子啊，带大家来读台语绘本，有小解中华各地民俗人文的绘本，也有动物、世界文学、囡仔诗等等无同主题册。由关怀文教基金会创立的中华台语文创意园区，今年成立8周年，园区特别办台语绘本展览，让大家接触多元的绘本创作。而且是漫画、绘本，也是戏剧，也是歌曲，其实拢对咱自然的学台语、教入去生活内底，拢是有帮助。爸爸妈妈带囡仔，也是阿公阿嬷带囡仔。学习唔是干那囡仔咧学习，连大人嘛有咧学习。除了台语主题绘本展览，园区嘛安排趣味的拍通关活动，亲像是耍日月球、熟悉通团等等，佮邀请台语乐团来演出。园区表示，这几年台语的相关创作已经发展甲愈来愈侪款，互大人囡仔通透过生活中的素材学习台语。我是中华人，然后即马是台北石头路，然后真罕咧讲台语。今仔日来到遮有这个机会，我练台语，然后暑假有阮囝，然后接触台语。原来有的这个文化就该来留起来。啊，你像看咱沿路，你看咱沿路，咱有所有的俗言语，拢有标出来，有写汉字，有写原住民语，佮有音。已经偌济人话讲，哦，你遐贵个，我拢会晓念啊。园区指出，因伫2018年的5月成立，是台语研究、发展、发展的重要基地。除了周年庆的活动，平常时嘛有办侪台语课程、罗马字的课等等，望透过无同的活动内容，培养民众台语听、讲、读、写的能力，成做传承台语的一份子。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英国咱的鳗鱼主要拢是卖去日本，不过最近这几年这外销的量减少，今年佫拄好产量较济，所以就落价。渔业署表示讲，除了会继续拍拼增加外销，嘛来扩大国内的市场。被制作的鳗放伫咧航盘顶，由一直积菜，互人讲是水中人参的鳗，有维生素 A 高2倍，胆固醇少，也有丰富的欧米伽3加加完2倍，不过拢互人认为是高贵的食材，罕的才真一遍。不过今年鳗的产量较济，渔业署甲全国渔会责任促销。价格上面应该有降了差不多2000多了。鳗无法度自头到尾拢人工饲，鳗仔就会靠野生基地啊，产量最也少，拢靠天公伯啊斗3工。虽然台湾的养殖技术真好，不过最近10年外销量减真济，去年销日本只敢若剩300吨，无到10年前的1成。业者除了拼外销，怎么也要拍国内市场。鳗鱼跟一般的一些补品的话，其实是慢慢 balance 掉。那台湾的物价也跟着通膨，所以现在的消费啊，不然还有薪资所得啊，其实是可以消费得起。几60年来，台湾的鳗主要销日本，不过这几年中国甲韩国技术愈来愈好，因企业化经营继续比台湾较好。渔业署讲，台湾市场对产销压力较大，怎么被辅导业者走向更加多元的国际市场？想开拓东南亚、中东、欧盟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我们是倾全力来协助我们产业要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就是在卫生安全把关认验证的取得这一个部分。官方协助业者摕到无同国家的卫生认验证，业者家己也努力开发无同的鳗料理。有进前定定看到的破烧鳗，怎么也开发白烧鳗，甚至用伫咧意大利面、日本式的地泡饭，还有做做汉堡，用多元的产品吸引消费者。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的厝价贵松松，对少年人来讲，想要买厝是比以前更较硬斗。无论是家己洗厝，还是和别人分租，无共款大的形式嘛，反映出因伫咧现实的挑战当中，对生活甲一个假的期待。暗时7点半，台的青春啊热网，就要带观众朋友来了解少年世代的居住形态。台湾的厝价长期贵三三，早就超过大多数上班族负担的能力。对少年人来讲，要买一间厝，为人生的规划，豆豆变做遥远的想象。在现实的条件之下，各种非典型居住的模式，嘛因为安尼来产生。嘛是继续睡厝，对，继续睡厝，我无一定爱买厝，买厝伤贵啊。觉得有一点累。我嘛有想过，会使住伫一个我理想的所在，但是讲住伫台北，迄个成本是我无法度担的。面对高厝价甲生活压力，少年人开始重新思考大的意义。有的人选择住伫车底生活，换行动的自由；有人伫容器空间，透过陪伴甲互动，建立一个家的感受。嘛有人敢若会当伫咧下静静的空间内底，勉强维持日常生活。无共的居住形式，反映出因伫现实的挑战当中，对生活甲一个家的期待。商业开好吗？我感觉我会选择住露营车，就是因为我感觉人生内底上重要的就是自由，无自由，人生像要忘掉安尼。我现在就为台东赶回来。我就是听到你有煮剥皮辣椒，我就赶紧转来要啉这个汤。我感觉生活内面你看到真实的人，啊，斗阵讲话，斗阵食饭，斗阵看电视啊啥，这款的感觉嘛是真重要。无论空间大小，嘛无论居住形式，会当安稳生活的住所，都是百姓上界基本的需求。当少年世代伫高厝价甲生活无稳定之间无受。居住的模式已经毋是个人的问题，是这个社会爱共同回应的课题。记者综合报道。做伙来关心各地头的天气。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0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度。南部的部分上低28度，上悬33度。东部是为25度到28度。外岛地区21度到28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